今年的元宵节，佮有正深色的这天文的景象，就是天狗食月，而且呢，规粒月亮是变做是红月。这屏东县府是伫咧5大所在公布来举办观测活动，带民众到阵来看月亮。暗时6点外，月光剩一捧仔，一直到7点04分，规月亮互地球炸掉咧，就变成一粒红月。昨元宵节嘛是天文天狗食月的时间。屏东县政府就伫屏东市和恒春5个地点举办联合直播，因为全台中北部的云高无理想，恒春半岛煞正做观月上清楚的所在，互现场的民众看甲足欢喜。原本大家就是觉得说，应该今天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了，但后来就是老师突然转过去一指，就说：“那里好像亮亮的，应该是月亮要出来了。”然后大家就赶快拍望远镜。给县政府这边建议，我们采取多点分散联合观测的方式，是先由车城国小那边先记录到，然后我们透过直播系统，在其他4个分点也都可以看得到。这摆天狗食月，规个过程大约1点钟，地球甲光炸掉，太阳的光经过大气层后射到月球，成做红色的模样，就是天文观察所讲的红月。嘛有人号做黑月，因为黑月这个名，互人感觉无好，带歹运，有的人唔敢看。但是天文专家讲，这拢是自然现象，希望大家莫紧张。我属马啦。哦，你昨天有没有看？马年不能拍，我就很遵守禁忌。尽量不要去替气啦。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发生，这个都是可以预测的。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红月啦、日月食啊，其实大家是可以不用有心理上有什么样子的挂碍。屏东县政府表示，因为恒春半岛受云的影响较少，才会当顺利完成红月直播。大约暗时8点3分，月球就开始进入生光的阶段，豆豆啊复原。9点18左右恢复正常的月光。互昨暝到阵观赏的民众看到趣味的天文现象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